崩牙區左右經常可以睇到一位不苟言笑、頗有威儀嘅江湖大佬，中山裝、新市帽、山羊胡，身材精瘦，滿目滄桑，到邊度只談念珠唔離手，一口鏗鏘爽朗嘅潮州鄉音。興致嚟時同朋友做一台海鮮大餐，味道令人稱讚不已，為客人打一套少林拳路、鷹爪功、螳螂拳，虎虎生風。邊個可以諗到眼前嘅孱弱老人有過幾多劈波斬浪、驚魂動魄嘅江湖故事？大家又知唔知佢係《濠江風雲》入面揸住把大錘嘅長毛原型呢？上過廬山前線，做過食堂大廚，坐過菩提禪院，最為人稱道嘅就係當年抱住一把 AK-47 叱咤濠江，被稱作崩牙區喺江湖開路嘅急先鋒。歷經大起大落嘅崩牙區，身邊人走嘅走，散嘅散，唯有佢稱得上有始有終，佢就係潮州名。潮州名原名黃漢明，廣東普寧人。普寧歷史上屬於潮汕故地，當地人多講潮州話，呢個亦係潮州名嘅綽號淵源。黃漢明讀書唔多，性格如老剛直，得一條筋，自細中意上訪爬山，舞槍弄棒。70年代尾，南方邊境燃起烽火，黃漢明響應號召，負笈從軍，加入對越自衛反擊嘅浩蕩隊伍。經歷過槍林彈雨嘅生死考驗，身上有一股唔怕捱苦、不辱使命、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嘅勁頭。從廬山前線退落嚟後，幾經輾轉，黃漢明嚟到澳門為謀生做過廚師，炒粉、炒螺絲、炒海鮮、煲粥、煲湯、燉排骨都不在話下。機緣巧合，一腳踏入江湖。打工人身在異鄉本就弱勢，再加上黃漢明唔中意講嘢，脾氣又直，遇上勢力刻薄嘅老闆，欺軟怕硬嘅小混混，難免被人欺負。某次幾個古惑仔又嚟捉弄黃漢明，將黃漢明惹嬲咗。街上打混嘅小角色，邊度係自細練拳上過戰場嘅黃漢明嘅對手？三下五隨意就將幾個古惑仔放倒喺地。數場打鬥之後，潮州名開始叫響名堂。黃漢明亦受到啲老闆嘅注意，脫下圍裙高帽，做起睇場為事嘅工作，遇事沉穩不慌，下手乾淨利落。潮州名為人勇武，但唔夠圓滑，不過心入面亦係明鏡一般，事情睇唔過眼，直接同對方開戰，就同有啲大佬夾唔嚟。崩牙區早就聽講過潮州名，打過幾次交道，兩人係互相欣賞，一次飲酒盡興，相談甚歡，帶有相見恨晚之感。於是潮州名轉身嚟到崩牙區帳下。潮州名唔中意參雜江湖是非，只管喺前面拼殺。崩牙區對潮州名亦係信任有加，唔聽離間兄弟嘅閒言碎語，敢衝敢打，不懼硬剛嘅潮州名，亦被江湖上稱為崩牙區開路涉險嘅急先鋒。90年代中期，崩牙區迎嚟咗教父道路上嘅最大考驗，盟友水房賴突然反目背叛，同崩牙區展開連番攻殺，大圈幫亦趁機落手，崩牙區腹背受敵，軍師石永祥被水房做低，手下吳成林則叛逃到咗大圈幫。崩牙區呢邊開始人心渙散，某次崩牙區剛出貴賓廳就被吳成林帶人圍住，崩牙區睇到叛徒分外眼紅，無奈對方人多勢眾，眼睜睜睇住吳成林起咗做低舊主領賞嘅歹心。呢個時候，潮州陽突然半道殺出，崩牙區得以全身而退。崩牙區逃到國外，原嚟打下嘅地盤人馬被水房同大圈蠶食，澳門呢邊只剩下潮州名、豪仔、尹國雄幾個人苦苦支撐。冇幾耐，崩牙區就緩過氣嚟，從泰國帶住武器歸來。潮州名跟住崩牙區，等唔切要大幹一場。潮州名帶人直搗吳成林嘅別墅據點，連串嘅槍聲喺夜空中回蕩。潮州名衝喺前頭，吳成林狼狽逃竄，喺逃到後門時，抬頭撞見等候在此嘅崩牙區。崩牙區做低吳成林，同潮州名相視一笑，唔等休息，收拾人馬掃蕩水房賴嘅各個據點。水房同大圈幫被修理得七零八落，驚惶嘅水房賴匆忙逃往加拿大。崩牙區正式坐上濠江教父。此時嘅崩牙區風光無兩，斥巨資投拍自傳電影《濠江風雲》，登上美國雜誌《時代週刊》，成咗全球矚目嘅焦點，亦成咗黑白兩道忌諱嘅人物。1998年5月，濠江總警司白德安借口座駕被炸，將崩牙區收入監房。
隨之，崩牙區手下製造多起事件，向澳葡當局施壓。阿 Sir 同崩牙區談判，要崩牙區嘅人收手，如果唔係嫌疑人全部上黑名單，即使唔入班房，喺兩岸三地亦冇生存空間。隨後崩牙區遣散諸多手下，好多人信誓旦旦話追隨區哥一世，唯有潮州明離開嘅時候一個字都冇講。崩牙區被判14年，幾次申請減刑無果。當年前呼後擁，人強馬壯，喺枯坐鐵窗嘅日子入面，逐漸枝葉凋零。崩牙區嘅手下有啲從此金盆洗手，回歸煙火人間，有啲揾到新嘅大佬，開啟另一段人生。打打殺殺嘅時代已經落幕，各自都揾到新嘅歸宿。幾進幾出嘅石岐島喺浪蕩人生入面自得其樂。當年兇神惡煞嘅猛鬼添則做起咗侍妻伴侶嘅家庭主夫，豪仔則喺痛苦掙扎之後做起咗貴賓廳主，名利雙收。風雲歲月拋人遠，回首江湖已惘然。熱鬧喧嘩嘅城市日新月異，感慨良多嘅潮州明依然故我。潮州明轉身入咗寺院，接受剃度，披上黃色僧袍，變身少林寺第34代武僧釋延智。菩提禪院入面靜觀清風明月，閒來練練口琴書法，打打少林拳，手握念珠參禪數個春秋。寺院洗心之後，潮州明下山入咗廚房，開起飯店，重新攞起鑊鏟，每日對住鑊碗瓢盤，十絕菜飯湯粥。潮州明嘅手藝頗受好評，連陳奕迅都慕名前嚟品嘗，仲要入廚房同潮州明合影留念。時光如梭，直到2012年12月，崩牙區期滿獲釋。崩牙區出嚟嘅消息喺江湖上搞起咗唔少嘅波瀾。水房賴喺崩牙區出獄前就舉行咗一次江湖大會，將崩牙區排除喺利益格局之外。2012年底，崩牙區帶友人到新加坡考察金沙賭場，被拒絕入境。據稱有大人物唔希望崩牙區再度彈起，一啲友人舊部亦對崩牙區敬而遠之。某日，崩牙區嚟到潮州明嘅飯店，潮州明繫上圍裙，戴上高帽，轉身入廚房忙咗起身。崩牙區睇住眼前一台餸，眼眶突然濕熱，兩人四目相對，五官眉眼依然係當年嘅模樣，只係眼神皺紋多咗歲月滄桑。宴席中途，崩牙區突然抬頭望住潮州明，邀請潮州明一齊重出江湖。潮州明將杯中酒一飲而盡，轉身除下圍裙高帽，換上中山裝，走馬出任崩牙區發起嘅洪門歷史文化協會會長，開始陪同崩牙區出席各種活動。兩人經常同框，從柬埔寨到馬來西亞，從內地項目到抖音小視頻。另外，潮州明仲係香港四海同心會會長同武術顧問，同寶島小馬哥、竹聯幫大佬白狼張安樂、星和造王者國華都有來往。喺內地仲收咗2位經紀人同歌手做徒弟，出任電影《樂昌虎仔傳奇》嘅總策劃，仲同崩牙區聯手發起一個環球網紅音樂節。威嚴表情之下嘅潮州明，生活入面竟然係個老頑童，愛好廣泛嘅佢少有才情，書法、吉他、口琴都有模有樣，仲做得一手好餸，仲藏咗一櫃茅台，閒時仲會喺客人面前打一套少林螳螂拳。得閒就帶崩牙區帶住一班友朋後輩喺 KTV 入面小聚，崩牙區揸住咪唱一首壯志雄心，潮州明除低外套耍幾招鷹爪功，依稀仍可見當年江湖氣韻，每每引來滿堂喝彩。最近潮州明亦中意上咗拍視頻，冇事就嚟幾段網紅走 show， 上傳一啲生活點滴，喺小視頻上露面。曾經嘅江湖猛人早已放下打打殺殺，帶住慈祥笑容走進互聯網時代嘅煙火人間。